啊？你帮我看看，我是不是全做对了？我看看啊，100分。继续把后面的也做了啊。依然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对，3番5次的拆散你和少宇。昨天少宇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他都告诉你了？我也是个女人，也是带孩子过来的。我知道，一个女人独自抚养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。这些年，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其实，这些年有依恋陪在我身边，更多的还是快乐。而且我一想到依恋是我跟少宇的孩子，那些苦啊、累啊，真的都不算什么了。我今天看见你和依恋，你们生活在一起，虽然过得并不富裕，但是却很充实，也很温馨。我真的非常感动。都怪我太自私了，一味的要求少宇按照我的意思去做，让你们2个承受了这么多年的痛苦。依然，我希望你能回到少宇的身边，你们2个应该重新在一起。阿姨，谢谢你，终于接纳我们。但是现在少宇已经喜欢上别的女人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他喜欢上别的女人？他绝对不可能。我亲眼看见的，他跟李密在一起了。他不可能和李密在一起。如果真有这事儿，我早该知道。
他一定是在演戏给你看。演戏？这里肯定有原因。他现在干嘛还要演戏啊？他没有理由再骗我了。不如我们一起去找他，当面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少宇，少宇，我把依然带来了，你应该再跟他好好谈谈。少宇，依然，你去坐会儿，我上楼看看。好。依然，少宇不见了，他把行李都搬走了。阿姨，这有一封信，会不会是少宇留的？信？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我有点事儿，就先离开一阵子，不用来找我。我想此时此刻，妈，你一定见过了依然，她是我生命中唯一爱过的女人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彼此接纳，为了我，把之前的不愉快全部忘掉。还有依恋，依恋非常聪明可爱，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抚养她，给她快乐和温暖。祝你们永远幸福快乐，我会默默的为你们祈祷。少宇。阿姨，少宇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走了？是啊，我这就去公司找找。好，你快去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好的，等我的消息啊。嗯。喂，田乐，少宇失踪了。好。依然，什么情况？少宇怎么了？他留下一封信就走了，我跟他妈妈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一封信，信上都写什么了？他说他有事要离开一阵子，让我们都不要去找他。但是我感觉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这样，找那谁，那个李密，走。我已经找过了，她根本就不是谭少宇的女朋友。而且上次那回也是因为谭少宇要气我，特意逼他演的一出戏。啊？公司的人都在到处去找，一有消息就会通知我们的。等会儿，有点给我说懵了。这样吧，咱们呀分头找，先去谭少宇经常会去的地方找，好吧？好，分头找，电话联络。